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希利。嚟到8月，我哋調高咗債券嘅睇法至核心持倉。過去一個星期嘅發展，進一步引證通脹已經見頂嘅觀點。聯儲局議息之後，市場隨即削減今年嘅加息預期。另外，美國嘅核心 PCE 通脹按月轉跌，鞏固咗聯儲局今年保持息口不變嘅判斷。10年期債息未來一年預計回落去到4.25至到4.5厘嘅區間。而家嘅情況適宜部署3至5年期嘅短期債券，鎖定吸引嘅收益率。而我哋繼續睇好環球股票，特別係盈利增長前景最好嘅美國同埋日本除外嘅亞洲市場。近期有3大市場聲音。第一，喺 AI 投資趨勢之下，市場擔心科技嘅變現速度同埋現金流壓力。第二，中東衝突同埋油價走勢依然波動，美國長年期債息飆升至到幾十年嘅高位，普遍對於股票嘅估值造成負面影響。最後，美國11月嘅中期選舉臨近，以往會加大股市波動。而我哋繼續睇好環球股票有2大原因。先拆解市場對於 AI 投資嘅憂慮係反應過度。參考科企健康嘅資產負債表同埋融資能力，目前嘅投資規模屬於可控水平。而 AI 嘅資本開支帶嚟嘅正面影響，由單單係科技行業擴散至到整體經濟，所以市場嘅機會仍然龐大，足以令到多間企業受惠並且共存。第二，宏觀嚟睇，油價同埋通脹預期目前受控，經濟可望實現軟着陸。強勁嘅盈利增長將會支持環球股票嘅表現。不過都要留意，以上提及嘅聲音令到整體波動性可能加劇，需要做好分散配置。亞洲市場就正夠多元化，涵蓋 AI 主題同埋估值重估潛力，亦都可以喺組合當中加入黃金配置。金價預計喺12個月內逐步挑戰4600美元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，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